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呢，如果你未聽 Part 1嘅話呢，就可以去聽返啦。喺過去幾年 Elon Musk 都曾經多次釐清自己同 Jeffrey Epstein 之間嘅關係，尤其是有一次同 Donald Trump 公開衝突嘅期間呢， Elon Musk 就曾經表示 Donald Trump 嘅名係出現喺 Epstein Files 入邊，而同一時間佢就話自己雖然曾經被邀請前往 Epstein Island， 但係就已經拒絕咗，而且係冇踏足過呢一個地方。類似嘅講法亦都可以喺 Elon Musk 接受 Vanity Fair 嘅訪問嘅時候見到嘅。但係今次發放嘅 Epstein Files 入邊呢，就會見到 Elon Musk 講大話啦，因為根據公開嘅文件，其中一組嘅 email 嘅來往呢，我哋係見到 Elon Musk 同埋 Jeffrey Epstein 之間曾經係有兩次喺唔同嘅時間保持咗聯絡，分別係2012同埋2016嘅。需要留意嘅就係呢兩個時間點呢，都係發生喺 Epstein 2008年第一次認罪之後嘅，亦即係話 Elon Musk 呢係知道 Jeffrey Epstein 嘅犯罪背景嘅噃。喺呢一個 email chain 裏邊 Elon Musk 就係主動提出希望可以前往去到 Epstein Island， 而喺呢一個電郵入邊佢亦都使用咗兩個字眼，今時今日去睇翻呢係好值得留意。第一就係 epic fun， 佢係希望去到前往呢一個島裏邊享受所謂史詩級嘅娛樂，而第二個呢，就係 girl FTW for the win， 亦即係話佢希望可以見到一啲最正嘅女孩。喺呢一啲 email chain 裏邊呢， Epstein 就建議如果 Elon Musk 想參與呢啲 party 嘅話，就可以 join 埋 Woody Allen 一齊去。而 Woody Allen 對小女孩嘅熱愛喺度我就唔再多講，因為講咗好耐噶啦。雖然我哋唔知道最後究竟 Elon Musk 有冇去到 Epstein Island， 但係就確認咗佢係講咗兩個大話。第一就係 Epstein 係冇邀請過 Elon Musk 去到 Epstein Island， 相反 Elon 呢係自己主動要求去嘅。而第二就係 Elon Musk 其實一路都係出現喺 Epstein Files 入邊噶。嗱，最重要一點呢，就係雖然佢冇好似 Donald Trump 咁樣多次被指控對小女孩嘅傷害，但係就唔可以否定佢冇呢個意圖啦。跟住要講呢一件事呢，可能會令你情緒不安，如果你接受唔到一啲恐怖資訊嘅話呢，就可以喺度停嘅。Epstein File 入邊呢係記載咗一件涉及前美國總統 George W. Bush， 即係老布殊同暗黑儀式有關嘅事件。根據文件 Dataset 9嘅記載呢，一個自稱係 Epstein 受害人嘅男孩子向紐約警局兒童剝削組投訴，而呢一個投訴人就話大約喺2000年左右，佢喺 Epstein 嘅遊艇上面經歷咗一個極恐怖嘅事。呢一個男仔呢，就係聲稱自己被 George W. Bush 強暴，更加話佢自己係某一種儀式嘅受害者 ritualistic sacrifice， 有人係用彎刀割過佢隻腳。佢仲描述喺個遊艇上面呢，係見到有人將 BB 肢解，啲腸拉出嚟，而之後呢，就會有女人去食啲腸入邊嘅糞便噶。另外佢亦都係提到呢，見到非洲裔嘅男性同白人嘅金髮女性發生性行為，而全部嘅女性呢，都喺度流緊血噶。同一份嘅陳述入面，佢亦都係指控 Jeffrey Epstein 本人同埋前美國總統 Bill Clinton 係有類似嘅行為。文件亦都係提到當時喺船上面呢，佢亦都見到 Donald Trump 同埋 Melania 噶。呢一份嘅文件呢，就係2019年左右嘅 FBI 內部 email 同埋 NYPD 嘅報告嚟噶。受害人係透過投訴人 Michael Moore 帶去報警，而到目前為止呢一單嘅指控呢，係冇引發任何嘅調查、起訴又或者係進一步嘅調查噶。嗱，雖然係咁，呢一個消息就令到網上另外一條片再次翻出啦。呢一條片呢，就係關於2009年 Gabriella Rico Jimenez 喺酒店外邊求救嘅影片，因為有人覺得呢一個事件同個文件入邊一個涉及 George W. Bush 嘅極端指控係相當相似嘅。Gabriella 呢一件事呢，係發生喺2009年8月3號喺墨西哥一間豪華嘅酒店外邊，佢當時赤腳衣衫不整喺個街嗰度大叫大喊，話自己從一個精英派對裏邊逃走出嚟。Gabriella 就大叫話有權貴
勢包括係英國皇室、迪士尼高層、墨西哥富豪 Carlos Slim 等人，係拐帶兒童、殺人同埋食人肉。佢反覆咁樣大叫，佢哋食人肉好嘔心，佢哋食人肉，佢亦都乞求自由，話要逃離呢一個嘔心嘅世界。圍觀者有好多，警方到場之後將佢帶走咗。但係之後咧，佢就消失咗。有人話佢被滅口。不過咧，都的確一路都冇佢再新嘅消息，而隨後嘅時間就係不了了之啦。雖然 FBI 嘅記錄就話冇證據呢啲指控係真實，但係呢一類嘅派對一般呢，你要入去嘅話就要沒收電話噶，所以好難會有證據。不過呢一個消息喺過往都出現過無數次，而且受害人清楚指明涉事嘅人物，加上如果真係有心去查嘅話，可以透過船主登記、閉路電視又或者係其他線索都可以揾到資料噶。而我哋見到嘅而家呢個情況，係咪代表其實有一啲事係冇人夠膽查嘅呢？跟住咧就好快去重點交代其他嘅資料啦。第一就係 Melania 同埋 Ghislaine Maxwell 嘅 email 來往，就係顯示佢哋咧其實係認識，但係就唔係經常來往噶。第二就係一份2020年嘅電郵嘅 tips 裏邊就係指控 Prince Andrew 就係令到某一個女孩死亡，話佢折磨完呢一個小女孩之後咧就逼其他人去殺咗佢。喺一份投訴人嘅陳述就話佢目睹喺一個性派對上面咧 Robin 係勒死咗一個年輕嘅女仔 Trump 高爾夫球，而呢一個就係同 Trump 高爾夫球場嘅所謂性。投訴人就話 Trump 嘅保安曾經威脅過佢，如果將呢一件事講出嚟嘅話咧，佢就會變成9個洞裏邊嘅肥田料啦。第四 Epstein 喺2013年寄俾自己嘅2封 email 裏邊就係聲稱 Bill Gates 同埋 Russian girls 俄羅斯女孩發生性行為，染咗 STD 之後需要抗生素，而呢一個病仲傳咗俾太太 Melinda 噶。另外一封寫成 Bill Gates 基金會嘅辭職信呢，就話 Bill Gates 係揾人幫手處理呢啲後果，而 Gates 嘅發言人就否定一切，就話係 absurd and false， 亦即係荒謬同埋完全係假嘅。Gates 就係承認同 Jeffrey Epstein 有過聯絡，但係呢一個係一個 huge mistake。其他嘅名人同埋政治人物提及過嘅包括有 Richard Branson 英國億萬富翁， Peter Madison 前英國大使， Woody Allen、Brett Ratner 亦即係 Melania Trump 最近紀錄片嘅導演，另外仲有 Kevin Walsh。其實 Epstein Files 今次釋出係被視為極具破壞性，呢一啲嘅反覆提及嘅人係橫跨政治、金融、外交、媒體，仲有係文化權力核心嘅精英階層嚟㗎，直接參與全球權力運作。換句話嚟講，其實佢哋某程度上係統治世界嘅人嚟㗎。正正因為呢一個原因，呢一個文件釋出嘅破壞性就唔在於邊一個係有罪，而係揭示咗一個長期存在嘅現實，就係當涉及傷害小朋友同埋弱勢社群嘅指控反覆咁樣指向同一批權力人物嘅時候，而制度一次又一次咁樣選擇證據不足就去了結咗呢啲事情，甚至乎係將關鍵嘅內容係隱藏嘅話，問題就唔止淨係個別嘅罪行，其實成班人都需要面對調查。外界可能會有人將呢一啲內容變成八卦新聞，但係如果放喺一個制度上面，呢一啲其實都係一個疑似嘅犯罪網絡嚟㗎。點解我要用疑似呢一個字呢？就唔係話呢啲指控唔嚴重，但係因為多年以嚟，無論有幾多受害者出嚟講嘢，只要冇辦法即時提供證據嘅話咧，呢一個案件就會被擱置㗎啦。以 Prince Andrew 為例，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佢去到今時今日都只係被褫奪皇室名銜，係從來冇面對真正嘅刑事調查㗎。而呢一種結果就再次顯示喺精英世界裏邊，制度問責同埋公眾道德之間呢係存在非常之大嘅落差。多謝收聽一站嘅分享，如果你都中意我嘅 podcast，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係 Fiona，下次再見。